牌仔、暗地仔、风水、术士。即摆想到的牌仔，毋但伊的外形、死行、色拍，阁袂伤藏手，嘛真合生活出张、佚佗旅游的使用需求。即骹外口有2个细格的落地仔，会使缀一寡较细项的物件，比如讲锁匙、银角仔、卫生纸。拍开即卡牌仔甲看，内底空间不止啊宽，除了中主要的空间，阁有一个有折库，会当放一本《台语原来是这样2》，空间阁真亮相的暗地仔，甲一个会使缀11到16寸册型电脑的暗地。最感心的是，内底阁有一个属于干仔的隔间呢。牌仔的外皮是防水的材质，所以落雨毋惊水会走入去，嘛毋惊互人破水，而且阁真好清洁。牌仔后壁的布料设计会当减轻对卡纸片的压力，阁会过风，拍起来加足舒适的。正面的坎挂阁会用即看骹网内底物件的大小，调整圈仔夹的悬度，真正真实用呢。